哎呀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CH 馬騮仔啊。咁今日就12月17號啦，啱啱亦都收到一個 email 嘅通知，就係之前報名嘅2026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國際垂直馬拉松大賽，咁啱啱已經收到一個免費名額通知啦。咁我估我應該好大機會都係跌咗落大眾組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個 TWA 賽事排名唔夠高。咁就唯有跌咗落去大眾組啦。我估應該好大機會都係咁嘅嚇。咁唔好理佢究竟係精英啦定大眾啦。總之就係有個免費位，咁我最尾個成績可以攞到分就得噶啦嚇。咁而家都冇乜嘢好講，就係努力啲訓練啦，同埋做恢復，預備好嚟緊嘅比賽。到時我應該會係比賽前一日9號嗰日會去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嗰度攞選手包噶啦。我哋9號嗰日見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已經嚟到呢個平安金融中心啦。咁聽日就係比賽啦。咁我哋而家就排隊攞呢個選手包嘅。咁就暫時已知就係有件 T 恤啦，有個參賽包啦，號碼布同埋有啲禮品咁樣送。咁而家就排緊隊攞呢個選手包。咁實質入邊仲有啲乜嘢我都唔清楚。係咯，咁我哋陣間就翻到酒店再查嚟睇下有啲咩啦。哎呀，啱啱就已經喺會場度攞咗個選手包翻到酒店啦。咁佢係一個索繩袋嚟嘅。咁入邊有啲咩咧？第一樣嘢係支茶。第二樣嘢，每個跑步比賽都必須會有嘅大會 T 恤。咁就寫住新年向上跑，係佢嘅 slogan 同埋個比賽嗰個活動名啦。第三樣嘢，號碼布。咁今年就擺咗喺大眾組嘅第3個出發嘅。第四樣嘢，一個機貼。仲有個手帶啦，聽日比賽要戴嘅。同埋仲有個防水嘅腰包，幾好啊啲禮物。同埋仲有個橙色嘅信封，究竟入邊有啲咩咧？我哋一齊開嚟睇啦。請第一個常樂嘅20分鐘免費對症調理，咁就去到1月30號嘅，唔錯唔錯。第二樣嘢，順豐買滿20蚊平6蚊嘅 coupon。第三樣嘢，一間叫春台嘅鋪頭啦，咁佢就係買任何嘢就送一杯飲品，咁就唔包含酒嘅，都唔錯啊呢個。第四樣嘢就係一個叫做中國風味熱烤輕食嘅超級碗鋪頭啦，咁佢就係成張單可以9折嘅，都唔錯啦。跟住呢個係88蚊嘅壽司鋪，超市平10蚊。仲有呢個，哇！呢個正啊！呢個係咩嚟咧？免費嘅越南雞蛋咖啡兌換券啊，去到3月31號嘅，唔錯唔錯。跟住仲有呢個大食袋 coupon 30蚊減10蚊，同埋仲有個手打檸檬茶嘅半價 coupon 都唔錯啊。壽司平10蚊。最後一個就係 Pilates 嗰類嘢嘅一個免費嘅課程1堂。咁整體嚟講，仲有呢個袋就咁多嘢。整體嚟講，我覺得今次啲禮物誠意係幾好嘅。咁你要諗嘅係，大家其實參加者可能都係俾百幾蚊嘅人民幣去參加呢場比賽，就已經有咁多禮物，其實係值回票價喎。仲未計聽日你要跑上去116層樓嘅平安國際金融中心嚇。咁所以雖然話我今次係免費，但係我都覺得今次嘅誠意係幾好嘅，滿分唔錯唔錯。咁跟住就係陣間會執埋啲衫俾大家睇下，我聽日着嘅比賽戰服嚇。咁就係咯，而家都10點53分，我都要盡快執埋啲嘢梳洗，跟住就瞓覺啦。
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已經嚟到咗呢個大會嘅會場，跟住呢個就係一個姓名牆啦。咁亦都見到我名，跟住呢個就係一個360度嘅相機。然之後講多下。對，可以做高抬腿。呢個就係陣間入邊嘅比賽嘅場。之後就係咯，比賽起點等陣嘅。咁跟住而家精英就已經出發咗啦。出發啦，精英組。咁佢先有直播。咁所有直播就會喺嗰個第一現場深圳衛視。有可能特別有利的，有可能是非常非常有利的。第二个这个听到的一个郑明峰，他也是中国一个马一个超级男神。那在这个中国的国内的全马的领域啊，他基本上是顶尖的，所以说也是一个奇迹。那全日马拉松啊，像平安这个全马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9多年了，大家对这个平安的全马也算是比较有感情的一个运动。那咱们这个垂直马拉松相比其他一些运动啊，主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？好啦，咁就啱啱已經翻到嚟香港嘅屋企啦，咁就最尾已經完成咗呢個2026年深圳平安國際金融中心垂直馬拉松比賽啦。咁個時間就係27分36秒啦。咁就排大眾組就排28，咁我諗整體賽事應該都係前100度啦，係啊，咁就係咯。新年第一場比賽嚟講，我覺得以咁短時間去預備呢一場比賽，並且係第一次參加嘅話，其實我已經好滿意呢一個表現啦，亦都完成到賽前本身預估自己30分鐘內完成嘅呢一個 target 啦。咁獎牌嗰度就會擺呢一個位俾大家咁樣睇下啦。咁同埋下個禮拜就係香港嘅渣打馬拉松，咁我到時亦都會跑半馬。咁好簡單啫，自己嘅目標睇下可唔可以重新殺入翻1個鐘頭35分內先，再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去調整自己嘅狀態。咁至於垂直馬拉松呢方面嘅賽事啦，咁呢一場完咗之後，如無意外就應該係5月嘅台北延一賽事。咁到時亦都會係好似而家咁樣，即係影啲比賽嘅嘢俾大家睇下，去令到大家更加了解到呢一項運動其實佢係點樣玩。係咁，呢一項運動雖然都係叫做比較辛苦啲，但係係刺激嘅，同埋你都會認識到好多嘅新朋友，以及係你可以用你嘅雙腳去更了解呢個世界，係咯。咁最後亦都要多謝我嘅團友同埋我嘅屋企人，如果冇你哋嘅支持，我都唔會喺今次嘅比賽入邊完成到呢一個時間，並且達到咗30分鐘內呢一個賽前嘅目標。好啦，咁就最尾亦都會擺翻啲比賽期間嘅一啲相出嚟俾大家睇下。咁就下次再見大家啦，拜拜。